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，食饭时间手路菜，赶快要带大家食无共的手路料理，来看到勇敢追求人生目标的故事。这个头家叫做沈家倩，唔那是餐厅的头家，嘛是头店。过去是马拉松的选手，成绩真好，嘛是抗癌的病人。伊过去是台湾查某马拉松100名成绩上好的名人，嘛伫咧真侪比赛拢摕到好成绩。人生算唔是拢遮尔啊顺遂，17岁互医生检查到坎哈拉淋巴癌，治疗了后19岁佫举起来，伊也是真勇敢来对抗伊的镜头，摕到第3届抗癌的模范。伊普通时真接参加公益活动，开始感觉到生活和做事同款真重要，决定要辞掉工课来创业卖咖喱。表面小可赤赤的排骨，来斗这个芳香香的咖喱糕，安尼互人看到嘴烂水强要顶落来。才打开门无偌久尔，就有人客上门要来买转去食。我觉得它刚好跟日式咖喱跟汤咖喱中间，就是没有那么的稀，所以可是它口味又是比较南洋风，可是又没那么辣，又有一点日式的甜甜的，然后就是口味我觉得就是很综合。这个正着滋味，阁有芳开的口感，就是头家沈家倩，伊用独门的秘方特制。逐摆伊若是咧烘咖喱糕的时阵，规个店内是安尼芳香香。放那个泰式的红咖喱酱跟日式的咖喱的原料下去。沈家倩伊无请员工，厝内人嘛是安尼3不5时啊，才有来斗相共一下。伊安尼校长兼讲情啊，店内大大小小代志拢是伊一个人咧包办呢。其实伫2018年，伊选择创业。因为伫咧过去，伊拢是做迄款内勤的工课。就是说看好啦，可能就觉得他可能只是想要逃避工作上面的一些压力，然后到另外一个出口。厝内的人拄开始是无偌支持，因烦恼的毋是讲有趁钱也是无，是烦恼讲伊的身体毋知会堪离无。妹妹在17岁的时候，那其实她是有生过一个重大疾病，那就在得了一个就是淋巴癌的部分。那因为她的发病的年纪是在17岁，所以他们把它界定为是儿童癌症。那时候觉得身体突然很累。因为我一直以来都半工半读，可是那个时候的累，我就觉得好像怎么休息、怎么睡觉、怎么吃东西都没有办法消除那个疲劳。伫咧对抗病魔这段期间，沈家倩佫养成迄个走标的习惯。伫咧大小项的比赛内底有真好的成绩，伊嘛是咱台湾查某马拉松争霸的有名的人。跑步的时候可以让我觉得我自己很健康，那我会忘记我生病的。那个感觉会离我越来越远，那我会觉得我自己很健康，然后我很可以跑。伊的个性立接，真拼势，若是决定的代志，就会真面前去做。伫咧开店进前，其实伊嘛要先去餐厅，甲人做线工啊，做2年，来了解规个餐厅的流程。当然，这中间有吃过很多苦，但是我觉得这些苦都没有远比刚开始的时候来得更辛苦，所以我觉得。最痛苦的时候已经过去了，最辛苦的时候也已经熬过去了，然后最害怕、最不能接受的一些什么事情，我都经历过了，所以我觉得之后接下来的路都不会远比刚开始的时候难。伊安尼逐工做事拢超过12点钟，沈家倩讲虽忙真忝，毋过嘛真有价值。有真侪人拢是较惯势过迄落较安踏的生活，毋过用家己的故事要甲大家讲，勤，一勤天下无难事。苦，无苦如何通金果？人生敢若有一摆，一步一脚惹，就爱甲传落好势，继续甲拼落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